跟住落嚟，我哋又睇下溫室氣體排放量嘅公佈情況。所有行業喺範疇1同埋範疇2排放量嘅披露水平都好高，唯獨係範疇3排放量嘅公佈率較低，尤其係商業及工業界別。範疇1排放佔總溫室氣體排放嘅最大比例，有61%。其次係範疇3、範疇2，而喺4個行業裏面，公共事業嘅平均溫室氣體排放量最高，其次係商業及工業、地產業，最後係金融行業。而宏觀整個範疇3，各個界別嘅公佈情況都有進步嘅空間，反映香港企業仍然未準備好收集成個供應鏈嘅碳排放數字。